再来看这台南真出名的点心大洲是虾，更是互人亚康讲这员工呢，甲人客食剩的豆腐钱，搁倒入去店里。这店家是有出面公开来回实的，讲会处理这个员工。也那台南市卫生局也展开稽查，要求业者爱限期改善，若无合格，就会照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上济会罚到2亿。 台南市卫生局的人员在1号一透早，就来到位伫安平的左氏社群老店来稽查，不管是倒喷的桶、厨房，或者是工作台，拢详细看过。因为这间店前期去用爆出，员工甲人客食剩的豆干钱，搁倒转去卤店内面。我把那一碗油豆腐拿到他们前台，就是碗堆里放着，放着之后大概过10几20秒，就看到员工从碗堆把那个装着油豆腐的碗，然后拿着它走到前台，然后把油豆腐丢进炉锅里。看到了当下就觉得蛮震惊的吧。连锁店都是要更比一般店更注意这件事。 指甲真酥脆的虾卷，加上酱，是创店超过50档的店家招牌菜，嘛是台南知名一定爱食的美食之一。全台拢有营业的据点，但是去用爆出严重的食安疑虑，左氏社群嘛提出监视器，还原事实的真相，同时嘛出面道歉。我们有厨余回收的地方，它必须就是客人吃剩的东西，我们会倒在厨余，然后餐盘整个分开，方便后面的清洁来做一个使用嘛。深感歉意，然后还有对我们的员工的训练，当然我们要加强一个管理。如有缺失，将要求业者限期改善。倘若复查不合格，将依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处新台币6万元以下2亿元以下罚款。左氏社群是强调，目前在咧严正处理这名员工。 卫生局前往稽查，若是发现违规的项目，就会进行裁罚。公司新闻政府台南报道。